Hello， 你哋好啊！我係聰穎老虎仔啊！歡迎大家嚟到 My Smart Pet Smart Paws 獎品換領禮物頻道2012至2013，好開心喺度見到大家。睇下今個星期有咩獎品俾你哋換領先啦！有請禮物小姐。Hello， 咁多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又嚟到星期五，又係見我禮物小姐嘅時間咯噃。今個星期五呢嘅天氣呢就真係麻麻地啦，因為呢成日呢都落住好大嘅雨啊！希望各位同學你哋冇俾啲雨淋濕啦，記住要小心身體啊！今個星期尊貴聰穎會有啲咩獎品俾你哋換領？不如唔好等啦，而家就一齊睇下啦！第一份獎品係智力遊戲陸地與海洋。同學需要用5萬個 Smart Points 嚟換領，名額有3名。呢個智力遊戲呢，同學需要呢尋找陸地同埋水上嘅路徑，俾鯊魚捉到魚食，又或者呢係幫助人類去尋找美人魚㗎。唔同嘅路徑，不論係陸路或者水路，都千變萬化嘅。總共呢有24個疑問，總共有1001種解法嘅。組別呢就由簡單去到困難嘅組別。如果你都想試下玩下呢個遊戲嘅話，咁就唔好等啦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換嚟同你嘅朋友仔、屋企人一齊玩下啦。第二份獎品係Intelligent Graphics Match 眼明手快，同學需要用5萬個 Smart Points 嚟換領，名額有1名。我諗呢同學呢都應該有玩過眼明手快呢個遊戲嘅啦。出邊嘅眼明手快呢，通常叫你認一個圖案啦，或者認一隻顏色啦。但係呢個眼明手快呢就唔同啦，唔係單單只淨係認顏色或者認一個圖案，佢係需要你認到圖案、底色同埋框色，總共3樣嘢都夾埋一齊，先至可以揾到嗰個圖案㗎。所以呢，揾圖案嘅時候，少啲眼力呢都唔夠人哋快啊！裡面呢分別有呢附有3粒色嘅，佢哋分別係代表圖案啦、底色啦同埋框嘅顏色嘅。同學每一次呢都需要呢擲呢3粒色。跟住呢，就要將呢3粒色上面顯示嘅圖案啊、底色同埋框嘅顏色，將佢連接埋一齊。鬥快呢喺台上面揾翻合適嘅圖案先至算贏㗎。呢一個嘅眼明手快呢，非常考你智慧同埋眼力㗎，仲好刺激添。如果你都想玩嘅話，咁就唔好等啦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換領啦！今個星期為大家帶嚟2份嘅智力遊戲，希望你哋都會鍾意啦。好啦，下個星期我哋再見啦喎，拜拜。